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紅燈區，又係阿 Ben 啊。咁樣先嚟個盈利回顧先。咁如果大家有跟我買嘅話呢，咁就恭喜大家先。咁又將我由9月到10月嘅負數變咗做正數啦。咁樣上次呢，就買咗一條4,500嘅 Win，同埋2,100嘅 Win 同2,100嘅 Pay。咁樣啊，希威森即係希果媽，咁啊日日漲龍林寶精神。咁啊收600幾，跟住 Pace 就收58個幾，咁跟住個4,500嗰度咧，雖然全部都大熱，係可惜隻魅力升得個 Pace，如果唔係都應該收好多錢嘅，好多，其實都唔係好多嘅，我諗都係百零蚊，但中好過唔中啦。咁我首先咧就講句唔好意思先，因為近排有啲忙，所以今日出片遲咗，變咗今日跑馬先嚟俾心水啊！喺講馬之前呢，首先同大家講翻聲啊，我呢個賽馬預測呢，只係我嘅個人心水分享，並不涉及呢個投注邀約嘅，所以大家當參考睇下就好啦。咁啊，首先講解第一場嘅範圍啦。今日跑1650米嘅賽事嚟嘅，咁又我心水推介就1號嘅魔法速遞。2號嘅龍澤飛區同10號嘅無極勇將嘅，咁啊講心水咧就一定睇試集嘅，咁我就會睇魔法速遞嘅試集。咁你見到放頭嗰隻就係藍色白色帽嗰個咧就係觀金旗，其實我留意緊觀金旗嘅。咁後邊嗰個咧白色衫紅白格仔袖嘅就係魔法速遞。你見到潘頓咧佢慢慢喺後邊慢慢拱隻馬上去，而觀金旗咧其實放頭好輕鬆。咁你見到佢推下咧，其實隻馬咧都已經自動湧上前，其實個餘勢都唔差嘅，所以我覺得咧今場咧魔法速遞嘅機會都幾大嘅，而且佢專登換翻個配備，就用翻佢最佳試準咗個配備，就係 XB 同 B 即係眼罩。咁你見到佢呢個心意幾好嘅，而且試集咧魔法速遞阿潘頓試咗2課噶啦。咁如果試準埋呢個裝備咧，今晚跑馬地嚟後上咧。唔使諗噶啦，魔法速遞邊得噶啦。咁如果係嚟放頭呢，就2號嘅龍澤飛區，不過又係要搏佢，好似上次咁突然間大外檔可以殺埋嚟埋欄，又一放到底。咁睇翻觀眾諗一諗呢隻龍澤飛區啦。而另一隻後上有留意，但係只係有一次攞第4定第3嘅就係無極勇將。如果佢好夠懶嘅，可以少拖一下嘅。好啦，咁啊第一場心水我就主膽就係1號魔法速遞。咁我嚟講第4場心水。咁第4場呢個範圍呢，就係跑呢個4班1200米。咁啊範圍就係1號嘅運來五寶，4號嘅明天更好，5號嘅快右醒同埋7號嘅雷神太保。咁我其實會較睇好運來五寶嘅。咁啊雷神太保就由蘇慧賢轉倉過去，都要值得留意嘅。咁我哋睇翻貨運來五寶嘅試集先啦。咁啊運來五寶呢貨試集咧就係同上次一出即出第3次就贏嘅杜月橋係同速嘅。咁如圖所示啦，外邊嗰隻係運來五寶，中間南邊嗰隻就係杜月橋。咁你見到其實咧杜月橋同埋呢個運來五寶咧，其實都係輕輕推騎。咁當然啦，運來五寶係冇杜月橋咁個走勢咁好嘅。你見到都要用力少少推騎，但其實我覺得呢個反應都已經叫做喺4班有一能力去爭奪嘅，所以今場4班嘅1200米心水咧，我主打係運來五寶，咁啊搏佢前至後上啦。因為其實運來五寶睇翻佢舊時啲賽績咧，可以前至又可以後上贏馬嘅，然後再揾埋黃志雲減磅啦，咁我覺得望披坐披望贏咯。咁另外一隻雷神太保，我覺得太熱，又要搏個配備 H 對隻馬好。雖然係轉倉馬，但係佢要搏後上，同埋佢賠率唔係咁好啦，所以我就擺去後啲嘅位置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講下一場嘅心水。咁下一關呢就係第5場，咁啊4班1650米賽事。咁我較睇好呢，就搏潘大偉。終於嚟到香港第一場勝利就係長勝將軍啦。咁啊第2隻咧就係青春力量。咁我點解咁揀呢？就睇翻長勝將軍嘅試集先。
咁你見到出邊嗰隻紅色嗰隻就長勝將軍，中間嗰隻呢就係小飛俠。其實小飛俠上次喺160米已經贏咗㗎啦。咁你見到雖然我用力推騎，但係都維持到同小飛俠同速啦，同埋呢隻馬要散嘅，你見散完之後衝勢幾好，所以其實佢有能力嘅。但上場點解會影都冇呢？就因為上場長勝將軍排12檔，再加上潘大偉啱啱嚟香港呢，就跟晒外國咁樣跑，總之就唔會賺住咁未轉彎嘅，佢蝕住留後，跟住疊7疊馬，咁樣疊咁樣蝕晒所有位啦，所以跑好後，唔知11定12嘅。咁今日呢就排4檔，佢只要出閘跟前少少，咁其實佢前置或者後上，突然間個場地離前置嘅，咁呢隻馬其實有機會係潘大偉第一隻邊㗎。咁啊，第二隻呢，我較睇好就係青出力量，因為青出力量呢，上次係喺比較離前置同後上嘅場地上邊呢，佢放頭都唔腳軟，咁有第3都算勁嘅。所以如果佢同第4場嘅黃志雲雲來五寶贏咗呢，會唔會起碼呢？咁就要諗。但係如果我揀呢，我會揀兩隻都批啊。但係如果你有 Win 夠懶直播嘅，就長勝將軍。咁呢，呢場呢就係第7場1800米2班賽事草地。咁我自己心水呢就係8號嘅競速威龍同埋9號嘅銀進。咁我哋先睇一睇競速威龍嘅試閘。咁啱呢課集呢會睇埋第8場嘅超力量嘅。咁啊，中間嗰隻就競速威龍啦，後邊藍色冇嗰隻就超力量。呢課試集呢，你見到競速威龍同埋超力量呢係專登留後，跟住競速威龍呢，其實啱啱扶翻直去翻中間外檔一推呢，就已經用愛馬線嚟做指標，其實一嘢就已經拱過咗去愛馬線噶啦。而後邊嗰隻超力量呢，好似好含蓄，但其實佢個後邊個起勢都好勁嘅，所以其實呢場呢。就咁攞第7場1800米呢，我會揀競速威龍做膽嘅，一定邊硬嘅。如果你後上嘅話，因為點解？因為上場何澤堯騎銀進，佢唔騎隻競速威龍，我會優先揀何澤堯先咯。咁如果何澤堯唔喺度嘅，但有你後上嘅，咁黃志雲3 win，我自己就唔多信黃志雲可以3 win嘅。不過如果你聽眾可以試下嘅，可能3串1。Win 咁10蚊玩下咯。咁啊，呢場呢就係第8場3班1200米賽事。咁我推介呢會係頭先睇試閘競速威龍嗰個呢，就係2號嘅新力量超力量，同埋12號嘅赤壁。咁啊12號嘅赤壁呢，咁咧就由田安去換眼罩嘅。咁呢課試閘呢，放頭嗰隻就係赤壁啦。咁你見到係一放到底嘅，佢啲課試閘係1分鐘09秒幾咁樣嘅，所以其實屬於好高強度嘅試閘嚟嘅。你見到跑完都仲有嘅，同埋佢專登換配備咧眼罩。我覺得如果突然間嚟放頭咧，輕磅咧赤壁可以拖嘅8萬獎金。而超力量咧就我係驚佢啱啱初跑1200米就唔掂咯，但係其實係勁嘅，所以你要喺呢兩隻邊揀一隻咯。但你要我揀咧，我都係會信潘頓多過信田雞嘅，所以呢場推介就2號超力量。咁跟住下一場咧就第9場，咁啊跑3班1800米，咁我範圍馬係2號嘅春風萬里、8號嘅星價同埋12號嘅得意佳作。但其實我就推介一隻嘅啫，就係要2號嘅春風萬里，因為上場何澤堯塞車之後衝上第8，係我上次跟進馬嚟嘅，我就會推介試一試佢啦。因為我唔信邪，唔服輸唔係唔信邪，希望今次會中啦。不過又係黃志雲喎，唔會4 win啩。咁啊，又到講呢個過關推介，今次咧就信心唔係好大，因為都係冇上次咁有信心啦。因為上次嗰啲擺明車馬係勁嘅，呢啲就要估咯。譬如8場嘅超力量啦，你要估佢真情1200米成功啦。咁樣跟住仲有7場嘅競速威龍，要估個場地利後上啦。咁較有信心嘅去馬其實應該1場1號嘅魔法速遞同埋4場1號嘅運來五寶。運來五寶嘅能力應該唔差嘅，但係就冇杜月橋咁好咯，所以 pace 就應該有。所以我個人推介就係
四串一 win 同四串一 pay 分別係一場一號魔法速遞、四場一號運來五寶、七場八號競速威龍同埋八場二號嘅超力量。咁啊，八場如果你想搏冷搏放頭呢，其實12號隻赤壁都可以少少地買下 win pay 10蚊嘅。咁樣跟住二串一 win、二串一 pay 咧就買一場一號嘅魔法速遞，搭四場一號嘅運來五寶，然後咧就七場八號嘅競速威龍搭八場二號超力量，又係二串一 win、二串一 pay，咁啊總投資就60蚊。咁啊祝各位贏多啲啦，希望今次心水去幫到大家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